想要平平地喺珠海買翻間4.0住宅嘅朋友仔，呢個樓盤一定啱你啊！100萬都唔使嘅總價就可以攞低3房2廳2衛噶，樓下咁靚嘅一個會所，夠唔夠尊貴啊？喺樓下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各區，而且港車北上只係需要2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翻到屋企噶。唔講咁多，我哋一齊上去睇下先。OK， 上到嚟我哋樣板間啦，真心驚喜，一排收納嘅空間，然後再睇下呢個 U 型廚房。啱先我仲出去門口確認咗下，究竟係咪85平方啊？咁闊。然之後我哋餐客廳一體化嘅設計，你睇下，真係100方先俾到個空間感，佢85方竟然可以做到3房2廳2衛，俾到咁嘅感覺你。我哋休息區每一間房都唔細，都可以擺1.8米嘅一個大床，而且我哋嘅主人房你可以睇到擺咗個2米大床，仲可以3邊落床位，而且乾濕分離洗手間呢啲都係標配嘅一個產品嚟㗎。總價100萬都唔使，單價11000蚊嘅一個價錢就可以攞低一套精裝嘅4.0新規零公攤嘅產品。樓下翻港只要20分鐘嘅時間，有興趣嘅朋友仔私信我攞資料睇睇。